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粵劇演員何少天。為咗紀念粵劇宗師羅家寶逝世10週年，同埋祝賀愛心傳送26週年，我哋珠海市粵劇團好榮幸咁得到愛心傳送主席陳慧芳女士嘅誠意邀請，我團將於4月6號至7號喺高山劇場為你哋送上2晚嘅精彩大戲。第一晚嘅劇目係我嘅師公羅家寶嘅拿手好戲《隨宮10載菱花夢》。咁呢個戲呢，我會聯同愛心傳送藝術團嘅主任關少霞霞姐領銜主演，並由著名導演鄭維國先生執導。當晚嘅演出係免費憑票入場嘅，各位朋友記得4月2號上午9點早啲過嚟高新劇場領票啦。第2晚嘅節目愛心傳送26週年葵青折子戲專場，喺呢個專場裏邊，我會上演2個折子戲，先同少霞姐上演嘅《碎鰻魚》，後同本團嘅花旦吳思明、阮妮合演《楊梅爭寵》。當晚嘅還有眾多粵劇老倌同台獻藝，大家千祈咪錯過啦！當晚演出嘅門票喺2月8號喺香港售票網公開發售，亦都可以同愛心傳送主席陳慧芳女士訂票，全部都有半價優惠㗎，請各位多多支持。4月6號至7號喺高山劇場約定你，記得嚟。